同唔少嘅第三個方法，就是透氣。哦，透氣，應該當簡單咯，我要做得到。當然做得到啊！來哦，一下停定嗌來做，準備好嗎？好誒。好，先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引氣，1、2、3、4，噴風，聽聽呢，1、2、3、4。哦，安尼吸氣、吸氣、噴風，使到心情真緊又較平靜下來呢。冇錯啊，透氣做得本愛到專心下來，心情唔好嘅時節啊，透氣就像병嘅強用，啲滄海啲度做得板凳機。不過我還係知道有當多嘅煩惱，閒得人惱哦。希望唔做得此款啊，同自家講法啊，像我有上司會拿鋪位來寫詩，亂寫乜嘅，唔管自家寫乜嘅。按呢點都做得，本愛很較清楚自家你個講乜嘅，寫乜嘅。我呢呢就是見寫詩、見畫圖，寫乜嘅都做得。冇錯，冇聽錯一講法啊，像係畫圖、寫日記，都做得天書了解自家，將情緒表出來。我本來老多，但像有一種煩惱天天，原來大家都會本一心情來影響到。當然啦，大生人都會有心情唔好嘅時節。唔過啊，冇需要介意從無事強用，唔做得本情緒表達出來。感謝老愛講嘅按多，我本來老多啊，講嘅按多咩冇好，不過一下心情真嘅有較輕鬆一些咧。其實講話係有力量嘅，做得天書了解別人，咪做得天書行下了解自家。係啊，故作人哋會勇敢啲啊，唔好嘅情緒當中起穩來。冇錯，冚擺心情唔好嘅時節，嗌到超強下起穩來，唔好本気大問題。好啊，見到一下做得轉去海上衝過去嘛。冇問題啊，來去嗌到做乜卡？好啊，來做乜卡？海上衝過，按你心情。